台南市環保局最近接到檢舉，講有人把糞掃袋啊等落去茶頭港溪，閣有3個人提桶啊，唔知影把什麼物件倒入去溪裡，攏互經過汽車的行車記錄器翕落來。環保局賣經的追查，抓到相當會當罰300萬。環保局稽查人員到場巡視，因為有民眾檢舉，昨日有一個查甫人騎歐多拜經過台南茶頭港溪大排，手提一大包烏色糞掃袋啊，趁人無注意，煞直接拼落去大排內面，落尾就注意走，規個過程互後邊的車專程翕落來，民眾嘛屁想無公德心。垃圾應該要丟在垃圾桶裡面吧？這樣亂丟垃圾也太沒公德心了。有人後邊等你的玻璃丟來看，安怎講？叫你過來啊，快呀，做你呀，要講搞一查。污染事件唔那即層，同一天同一個所在附近，就有民眾看到有3個人手提藍色桶啊，甲桶啊內的不明物件，嘛規桶倒落去，環境衛生互人真煩惱。經過台南市環保局的統計，114年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採取案件有573件，總罰款70多萬。那到今年為止，已經有371件違規案件，烏白亂彈糞掃的情形嘛是發袂驚。環保局接獲檢舉之後，立即調閱周邊的監視器畫面，目前已經鎖定了涉案車輛，將循線約談車主，依法開罰。面對公然污染河川的行為，環保局接到檢舉了後，已經在調查，因講會調路口含煙路的監視器來比對車牌。環保局強調，烏白往溪流彈糞掃會違反水污染防治法，相關會罰300萬。水環境需要大家來維護，民眾千萬唔通貪利便烏白亂彈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